我吼差不多1个月前，我有一点啊上呼吸道感染。你想讲无啥物代志对无？我就走去拍球。哦，是安怎拍球拍到就无力的啦，就感觉没有办法呼吸啊！然后有一点啊痰啊，我就感觉安尼袂使，我就跑去我迄中研院边啊一个医生李医师遐，伊就甲我 swab 啊去做检验，结果他打电话甲我讲你有流感，所以我要讲的是啥？因为我有注意风险，所以我才无严重，啊，才一点点啊尔。但是安尼嘛无表示讲我会传到别人，对无？我走来走去，我哪会知影？我根本就唔知影我是啥物物件，我是想讲这是安怎，所以大家爱注意，尤其你若年纪较大，我是65岁以上，但是我感觉我嘛真健康。你若问我讲我是毋是高危险的，我讲我毋是，但是你袂使用家己想的，你爱用大家互你的迄个统计的资料，讲你是毋是高风险的人，啊，你爱照真甲做，照起工啊，照起工甲做，你爱去注意风险，你就去做。虽然咱拢是天算之人啦。对，我是正经甲你讲，我趁我遮健康，我搁走来走去，我搁拍球，但是嘛是会对着，但是因为我有注意风险，所以是真轻。咱即摆的人生一个就是要活一个，袂使互你巧去，咱人就遐少啊，啊是安怎会我都活甲较好势。咱这足侪医用社，你看一个囡仔较大汉爱注20-30种的疫苗呢，啊你注遐济就是安怎保护你一寡传染病，你袂去得嘛。较早出病嘛会死人啊，即摆较人出病咧死无啊。较早什么出水珠，什么猪头皮、长猪头皮，一大堆肺炎的，什么啊个病毒的、胃肠炎的，一大堆咧断的，即摆敢有？小咱小儿科的，咱无人要做就是安尼啊。啊传染病拢无去啊，传染病拢互医用社。治好，拢治好是咱无病啊，就讲无传染病嘛。所以这个疫苗确实是有效果的。啊，当然你若无做疫苗，你就爱肺炎就爱挂好势哦。尤其是严重的病，对严重的病来讲，对严重像较早你看啦，迄个武汉肺炎对我开始时阵，迄死亡率100个死差。当然是安尼啦。我会安尼问吼，就是因为阮囡仔还搁咧读中班。5岁不足，但是因到即马班内面的这当中，有个人一日去就挂嘴红，一直到放学嘛拢挂嘴红，除了食饭才摕落来。啊，但是像阮这所的，就是你去就拢摕来拢定来拢袂记，到底倒一个较好？伤过头嘛唔好啦，我讲实，当然你即马。确实有一寡严重的病咧流行的时阵，你爱挂。啊，你若讲无严重的病流行的时阵，咱有当时啊，咱自然就是爱喘气的嘛。啊，外口本来就外口本来有一寡霾菌病毒，本来就是会传染。啊，但是有传染，爱看医生嘛，是爱看医生。我甲你讲，你嘛袂使讲放酷笑去，我甲你讲。嘿，有诶病，你看有诶病是。但是你小儿科甲医个这个耳鼻喉，敢有共款安医师？我对公共卫生来讲，好，我叫林秘书哦，拢是治疗这急性病的这科别啦。是，所以何老师讲要来做公亲啦嘿。我讲吼，应该是安尼讲啦。你若是一个真正常的囡仔，啊食物件真健康啊，真健康的囡仔，你其实你所有的预防下拢做好势，其实你就唔免惊，咱就爱安尼想。啊，你若是一个家己无健康的囡仔，本来就有叫做啥气喘啦吼，啥物有真侪敏感的啦吼，啊，迄个皮肤病啦吼，你就知影伊的免疫力甲别人较无共款，你会使小可注意一下。但是即款囡仔吼，我嘛袂建议讲伊踮咧热天的时阵，无啥物病的时阵大手暗。即款囡仔是较。咧冬天的时阵吼，啊人济的时阵，啊这病较济的时阵，你大起来一个小注意一下，因为热天的时阵病毒足少的，啊若有嘛是一点点啊尔，啊你小可甲伊，看这个时阵喂一个嘛袂歹啦，应该是安，因为伊那个量很少，啊你家己嘛较健康，因为对呼吸道感染来讲，所以看季节，看季节啦吼，看你是啥物，你家己的身体状况。是。